为了下个月的伙食费，所有蛋拿出压箱底绝活，争当健身房销冠。作为店长，我先来。嘿嘿，耀眼的肌肉值得。哇！哎，别跑啊！我作为本店的金牌教练，出手必赢。这就不行了，太慢了。接下来再做10组深蹲。我要退卡。别放弃，坚持下去就能和我一样。看来轮到我了。别急，我怕。嘿嘿，都怪我的肌肉太过耀眼。不要急，都排好队。我记得咱们这是健身房来着。啊！喂，魔鬼蛋！